拿彩盒，哎，啊，这第二尊这是草国菇，泽国，糟糕草国菇。第三个小，你给阮一个姓，伊的姓，嘿，伊谁啥？姓名吕洞宾啊！兵啊，我拄仔就讲吕洞宾啊。我头先嘛讲吕洞宾啊。有吗？你有讲吗？有啊。那来第四个，迄个安尼，踢啊！你怪啊你踢怪。你什么怪？李多怪，你你怪。怪，南极神翁，哎对，南极神翁，哦，南极神翁，我背这就是咗久啊。我唔知。细汉汉上主，汉江里，哦，汉中里啦，汉中里哦。啊，搁过来，汉中里。一个姓张，哦，赵国姑，曹国姑啦。泽国丢啦，个骨在吹起来。丢公路，丢公路，丢公路，丢国乐啦，丢公路，丢国乐乐，乐，啊，搁过来迄个。啊，这就是。好成功。哎，对啊，搁过来，这曹个。国姑啊。超过骨我啊！讲一个无你啊，讲到本片啊，迄没有哈喊吗？有啊，汉上主。汉上主，汉上主丢啦。